梁子榮議員。代理主席女士，我發言係支持2024年公眾衛生及市政修訂條例草案。我亦都係法案委員會嘅委員之一。本屆政府十分關注民生事務，務求工作能夠讓香港市民真正感受到獲得感、安全感同埋幸福感。因此行政長官喺2022年嘅第一份施政報告已經提出，要全面檢視現行嘅環境衛生相關法例嘅權力同埋罰則，以提升政府針對各項棘手環境衛生問題採取執法行動嘅效率、成效同埋阻嚇力。第一階段嘅法例檢視工作之中，政府已經提高咗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下嘅定額罰款金額，以及法庭就某一些喺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下嘅環境衛生罪行可判處嘅最高罰款額。相關罰則其實已經喺2023年10月22號正式生效。今次嘅修訂包括處理以下5種仍然相當棘手嘅環境衛生問題，包括第一，樓宇滲水、冷氣機滴水、垃圾屋等呢啲公眾衛生妨擾嘅問題；第二就係蟲鼠滋生；第三就係雜物霸佔公眾地方，以致妨礙垃圾清掃；第四就係非法店鋪阻街，同埋第五非法展示或者張貼招貼同埋海報。我相信只有進一步加強罰則，亦都係必要嘅手段以加強阻嚇力，同埋對犯法者給予足夠嘅懲罰教訓先至可以避免破壞法治社會嘅事件係繼續發生，從而進一步係維護廣泛市民生活嘅權益。修例只係有一個，就係要建立一個更美好嘅環境、美麗嘅家園。再進一步就係吸引遊客嚟到香港，提升香港嘅經濟，加強香港嘅競爭力。罰則提升咗當然好事啦，但係最重要嘅都係執法人員佢哋嘅權力執法。過往出現嘅問題就係唔同部門嘅前線人員只能夠喺法例中賦予呢啲指定人員執法，造成執法係有空白嘅地帶，導致相當棘手嘅環境衛生問題無法解決。因此，是次嘅修例進一步修訂咗香港法例第132章。我認為最重要嘅就係要加強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同埋獲授權人員處理某一些環境衛生問題嘅權力。簡單嚟講，就係要前線人員有權力去執法，堵塞而家執法嘅漏洞，唔再有空白嘅地帶。香港市民十分關注街道嘅暢通無阻，但係街道上面嘅營業者往往都係為咗私利，將街道變成商鋪嘅一部分，已經成為街道安全嘅嚴重問題。因此，今次嘅修例能夠係引入針對非法店鋪阻街嘅罪行，有效咁去防止街道再被係非法佔用，更進一步係提升罰則。我期望修例之後執法人員能夠有勇氣同埋膽量去堅持依例去執法，再加強教育同埋宣傳，軟硬兼施去處理問題。以往前線人員為咗交差就會叫店鋪將物品搬走，然後影相記錄就當處理咗店鋪阻街嘅問題。呢種掩耳盜鈴嘅工作方法我希望唔會再成為前線人員嘅工作態度。第一，前線執法人員根本冇盡忠職守；第二，亦都俾商鋪一個錯誤嘅信息，造成店鋪阻街問題係持續惡化。第三，反映到高層管理人員係冇正視前線員工嘅工作方法，造成執法不統一，更加讓嚴格執行嘅執法嘅前線人員工作係遇到壓力，更甚就係成為被投訴嘅目標，維護法紀反而係會影響自己嘅仕途。因此我極期望執法部門嘅主管人員必須要進行改革，統一執法，給予社會一個正確信息才是正道。當然，我好明白經營者嘅心態，希望可以吸引顧客，但我都想指出，商品在商鋪內係唔會降低顧客嘅好奇心，反而讓到顧客更加安全同埋安心去購物。呢種反而係更加重要嘅考慮點。此外，我亦都希望商鋪經營者能夠提升管理，好好處理貨物嘅安置，避免係佔用街道同埋行人路。其實只要加強管理同埋安排，貨物搬運係可以有更有效嘅處理同埋放置，既可以保障貨物物主嘅權益，亦都能夠讓市民感受到街道環境嘅暢通無阻。呢啲正正就係市民樂見嘅美景。其實香港街道係別具特色，好多遊客都十分嚮往街道上面拍照留念，但係街道同埋行人路上面嘅雜物往往就將美景變成垃圾場，大煞風景。我知道食物環境衛生署喺全港18個區都會進行定期嘅清潔，確保環境衛生，防止蟲鼠滋生，亦有效係清除細菌同埋病毒，確保社區係安全健康。但係雜物霸佔公眾地方，往往就係妨礙清潔工人進行垃圾清掃同埋潔淨街道。現時條例係要求需要4個鐘頭通知，大大降低執法嘅效能。
因此咧，新定嘅不少於30分鐘嘅通知期咧，係可以讓執法人員咧可以更有效咁去處理同埋解決問題，真正係讓前線人員咧可以進行職務嘅工作，達到工作職能，完成應有嘅清潔工作。就公眾衞生妨擾事宜，包括樓宇滲水同埋冷氣機滴水咧，我期望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進一步加強使用科技嘅工具，盡快查找滲漏嘅原因，並且加強係對造成滋擾嘅人士進行檢控，提升市民對政府嘅信任度同埋滿意度。我想更深入講講樓宇滲水處理嘅情況。現時處理滲水都係由食物環境衞生署同埋屋宇署成立嘅聯合辦事處，提供一站式嘅服務處理樓宇滲水嘅投訴。不過處理方法都係按本子辦事，冇法係真正幫助受影響嘅市民，亦都讓造成滲水滋擾人士逃避責任。通常滲水都係因為使用浴室而造成，晚間嘅使用比較多，造成下層濕度亦都係更高。但係聯合辦事處嘅外判人員通常都係日間進行測試，經過一晚嘅時間，濕度已經回復正常，根本無法達到係滲漏嘅濕度指數。問題就在於處理問題根本就冇精準咁去針對問題嘅來源進行測試。如果測試濕度可以係使用科技嘅器材進行24小時嘅監察，我相信一定可以讀取有效嘅可靠數據，幫助受影響嘅市民徹底解決問題。此外，以往因為冇權力係進入處所，造成無法找到係滲水嘅源頭。我期望修例之後執法人員可以更以人為本，改善工作時間同埋安排，為工作定下指標，更運用法定嘅權力務求工作可以真正係執行到位。代理主席女士，我更加期望食物環境衞生署可以加強喺私人屋苑推行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住宅樓宇滲水計劃，以及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冷氣機滴水事故計劃。我相信只要係政府部門同埋民間機構同埋組織合作，必定可以將工作做得更好，徹底係幫助市民解決民生問題。條例草案今日一定係可以獲得通過，但係並不是即時生效。相關嘅修訂將會喺刊憲3個月之後先至正式生效。我期望食物環境衞生署會加強喺呢3個月時間向市民同埋相關業界係進行廣泛嘅宣傳，讓公眾充分了解條例嘅修訂內容。但係並唔係只係呢3個月做教育同埋宣傳。我期望食物環境衞生署可以將教育同埋宣傳日常化同埋常態化，進行執法嘅同時，亦都需要進行教育同埋宣傳，咁樣先至可以收到係修例嘅效果。否則就算罰則再提升，問題依然存在，重重複複唔係解決問題嘅正確方法。因此，我希望食物環境衞生署嘅日常嘅工作目標同埋方針應該係要結合執法、教育、宣傳、管理4為一體，真正係處理香港嘅環境衞生問題。當然，香港嘅環境要清潔同埋衞生，唔係將問題同埋工作交俾政府部門處理就可以解決。真正要讓香港呢座城市成為清潔同埋衞生嘅城市係每一位市民嘅責任。我期望每一位香港嘅市民都可以負責任同埋守法，一齊係建設更清潔、更衞生嘅香港。代理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